我看啊！原来是台语台吗？你怎我就知影，无啦，我进前一档拢毋是安尼哦，我进前一档未完全讲台语，但是我受够了啦，我已经妥协就这啊，我妥协啦，因为一直以来拢是台语聊天室，但是我一档来无做好，无做起来啊，所以我即马爱保持原则啊，就是爱传台语。你刚刚袂使，你爱传台语啊，你爱传台语啊，讲讲话，恁莫讲讲话啊，恁讲家己出来开台语，大家讲讲话，几岁仔人，你伫咧清哪笑咧？我就要30啦，讲台语讲安尼，你讲安尼会使？莫嘴啦！莫嘴啦，看伊无外口啊！看伊无外口啊！莫嘴啊！这个会使吧？这个较有鉴别度啊吧？我都毋是有像人算过，会爽啊！这个也毋是我买的，但是这个就是要困的啊，就这。我感觉足侪袂歹的佚佗拢是要困，即我无几分钟我就要想要困。我要带啊，头顶啊，你两个心哪会拢共？是最近改。好啦，乔不安。哎，要叫你换，要叫你玄燕哦。哦，干是这名那会歹啊对吼。我顶摆敢若要改名叫破现呢。因为我菜市仔买足久啊嘛，啊，阮爸就帮我去台南算命啦。啊，好了两个啊，就破现，破事的破现，现就是伊的现啊。老兄弟的兄，老辈啊，老兄弟的破兄，博选啊！伊迄个时阵，我选两个啊，一个是客环，一个是破兄。啊，台语为主的话，我想讲破兄较好啦，较好念。客环就奇怪，因为我姓也客环，也破兄。听起来，哦靠背，那过不去。这有洋流呢，这个竟然有洋流的设计嘅。你看我即摆在倒退路，这洋流是真正最厉害。我嘛觉，哦这做了真正不起的，我也唔知安怎做。这好过是算自然啊，我是感觉自然，自然也是自然，自然。看，这叫鬼啊！哦，野杨柳是用龙卷风。啊，看，什么啦？卖后背，金格哦。第后背金格。我平常时聊天室无人，我嘛袂讲话啊。所以嘛，无改台语的，因为。我即摆就是冤这个问题啦，我做一档啊，做到安尼，艰苦的，无法度。但是我调息就好个啊，即摆调息就好个啊，之前要无认好。他这边有了，哎呦，哦，すごい。等，我看没？我看。哪里？开始。加。可惜。哎呀，那不啦。
反正全台语的台，应该愈来愈少。之前我有知影一个台是全台语的，但是伊即马毋是啊，迄老单一个老台啊。有兴趣知影会当，有兴趣想要知影会当问我。